今日咧又帶大家嚟睇下一個唔係咁開心嘅另外一個施工嘅現場啊！大家入嚟睇下。入到呢個單位睇到好多工具啊，周圍擺啊，做嘢做到一半啦，都未可能未到一半啊！咁喺呢個單位裏邊咧，我哋發現咗就係佢係好似係開緊工嘅情況嚟嘅。咁啊，但係咧亦都有啲床褥到咗啦，有啲梳化到咗啦。咁呢個單位咧就係我哋咧接受一啲客戶咧，嗰個故事都非常之辛酸啊！個故事就係話咧，上一手嘅裝修嘅師傅咧喺個工作期間咧係離世嘅。咁我哋冇去深究係咩原因。不過咧，我哋就去知道咧，就係應該單頭嘅裝修師傅，冇公司冇其他人幫佢嘅情況之下咧，呢家係失晒聯絡。咁淨係知道個客戶話呢個師傅離世。咁但係我哋可以嚟到呢度睇睇咧，都非常之混亂啦。冇話任何嘅地盤管理啦，工具亂咁擺啦，好似呢啲潛在危險咧，我哋就叫做呢啲極高危嘅工具啦，我哋做地盤風險評估就要睇呢啲嘢啦。咁撇開工具之外咧，我哋最初嘅睇到嘅一件事咧，就可以入嚟呢個廚房嘅位置睇到。呢度咧睇到咧，直情咧唔使估唔使拆都好咧，都知道佢咧個地下咧係就咁冚落去嘅，就咁冚落去嘅。咁我哋唔知道佢將來會發生咩事啦。咁當然我哋要再遲少少會再去勘察下，睇佢可唔可以繼續啦，將呢個客戶咧已使出嘅費用咧減低，同埋咧不必要嘅損失咯。好似啦，咁見到在場嘅，我哋估到就係應該原有瓷磚唔拆啦，就但係就呢啲應該都係啲走線啊，走水喉個位置。但係與此同時咧，防漏嗰啲咧應該係未跟進嘅。再加埋咧就鋁窗咧就做咗個框喺度，但係就大家小心啊！你睇到咧就隨時都可以掹到嚿磚出嚟嘅。咁我哋都要睇下佢個諗法係點解係咁啦，係做細咗啦，應該係做細咗噶啦嚇。咁而係將佢乘翻高佢。咁有時咧，我哋成日同佢講做一件事，過得人過得自己嘅咧，其實錯就間公司都可能會有出錯嘅。但係出錯之中點樣去解決件事咧，就係嗰個公司個特點咯。咁再入嚟睇下佢嘅廁所先。廁所我相信佢唔會整啲乜嘢㗎啦，咁淨係整咗一條咁嘅水喉喺度。咁仲有就拆咗呢個窗啦。其實咧，去做一啲爛尾嘅個案咧，同埋追翻時間嘅工程咧，哇！真係好緊張㗎。包括時間服務咧，我哋都係會付出更多啦。一陣間我哋就會趕翻去公司啦，同啲同事開會啦，點樣去追翻啲時間。但係追得嚟咧，要保持佢嘅質素，同埋咧唔想減低客戶嘅要求，因為佢都已經係使咗咁多錢啦。咁亦都可能唔想發生嘅事啦。單頭裝修師傅，無論佢失蹤又好，或者今次個案件係非常之不幸，就係話個師傅離世，唔知係藉口定係咩原因啦。但係 anyway，我哋接咗手之後，會全力以赴將佢做到最好嘅。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瀏覽 DIC 嘅網站。網站上面除咗有1000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同埋近2000個參考個案不斷持續更新之外，仲有大量真實設計同埋 3D 效果圖。DIC 嘅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3大國際 ISO 指引，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同埋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設計情報中心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智工程有限公司，持牌進行相關嘅裝修同埋小型工程，而且 DIC 仲推出咗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俾客人使用，只要登記成為會員，無論日後係自己裝修定係推薦親友選用 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 D Points 積分。凡係 DIC 嘅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 Points 會員號碼，喺裝修完成後，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 D Points 積分添。就算推薦人未曾惠顧 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 D Points 會員，而且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 Points 會員編號，喺裝修完成之後，推薦人都可以獲得 D Points 積分。客人可以透過 D Points 裡面嘅積分換領各式各樣嘅禮品同埋服務。而家就即刻成為我哋 D Points 會員，一齊賺取無限獎賞。想知道我哋嘅工程限額滿咗未？咁就要睇下設計情報中心嘅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啦。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同埋裝修團隊，並唔係平台式經營，務求以準時同埋高質素嘅服務，令客人對我哋有更大嘅信心。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着緊每一個步驟，確保工程質量。每一個部門進行嘅每一個步驟都必須遵從我哋嘅公司管理文化，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 ISO 嘅指引。由於設計需時，為咗確保工程嘅質素唔受影響，所以設計情報中心唔會攬接工程，因此設有接單量嘅上限。每一位嚟到門市同設計師會面嘅客人，都可以由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睇到工程嘅統計圖表同埋分佈地圖。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而家有幾多單負責緊嘅工程，所有嘅資料都係實時更新，顯示現有工程同埋上限嘅比例。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設計情報中心就唔會再接受新嘅工程，確保我哋嘅團隊能夠以最高嘅水準去做好每一單工作。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咁高水準嘅管理，以及堅拒攬接工程嘅服務精神，所以我哋先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一條龍服務公司。